今朝中浪向吃鸭蛋肉啊，半块还子。哎，现在有只还桩么子零着，来下趟一年四季侪要吃上苏州个味道子。鸭蛋肉来呀！你方便面拿出来，没让海吃吧？不然还成便宜了。看着省块。得意思。你那也吃鸭子的？也是个，我吃鸭了也省得上，也产生过了，大啥都是有1个月出来了。看上去那手等个人回来的哇！你明早来都买好了。吃饭讲我拖不多筐的人不多个，除脱来侪是来了。哎呀，啥？你不推上个？不推上的。我不来呢，不得讲，来子我看见来过个。哎呀，我上趟来当来推过一下，还是当来2年份推过才是。哦，不来，真的不来。我也没好错哪个干净嘞，那个鸡笼我打个。搿个是刚刚下了。哪有空味道个啦？不得看的，那个看还是不得了个。搿个是倒不清爽去。不脱伐？啊？不脱。不，搿个黑个嘞。你晓得，我如果今朝早浪向来不及推着，夜下转来，我临困之前，我个皮呀闭一眼再推开来，我随个趟走进去，我看不到盖样。精神上来也可不。一看就看得出，上头会有种来来三三，我操，在人家家打了海个，那么会有前头一个人困觉个头发。再来讲，你上海开车应该会有，伊那不是。一年单我们也吃两啥子。所以我才非乘高要个好处，侪是搿个代。一道街真个没办法，实在没办法。一只唱个啥物事啊？单位。像上现在平台讲，没人唱得过你。是嘛？那女个欢喜听啥人？讲门来，活龙为义，搿是不要我讲。这样原是那样三辰光在听个。俺从小听到大。那样上台编一个。编一个。搭啥人拼打？当多哑巴。你跟啥人好个的？自家好乖，出不了。拿把椅子么自家好，收音机想听。沧州市场3楼就是地带，你小辰光总归上去看过。哦，那这个淘个我们淘上长兴辰光讲。后来打是阿里公呀。阿里公嘛，干净个呀。你看看，一多少岁了？搿个是铁锈的，这啥叫？靠衣高，不靠衣靠，没办法浪上去没差，你看呢？搿他们黄土高牛，空气里向全是灰尘。你手里还有靠头来一点衣高。吃完中饭再等来下头一杯，再拍一杯。多放点茶叶呢，我欢喜浓的。浓茶法。水果当中我最爱吃个就是啥嘞？没新鲜。搿个5块的1斤便宜哇，我房子没得，随便啥侪要做出去。一面做一面做啊！卫生首先呀。食了一大吃我会非吃，那天我一粒粒吃，我情愿非吃。上面本来有一根拉线的，线断了。这个一个灯也坏了，开关是有的，但是不亮。那边也是开关坏了，线断了。早上还亮的。你为海我弄了，我们都弄它那种物事。哦，两只，哎，半个专业人是做专业事体的。搿么是哇？那么难不到上去，来讲你2年弄得里去个啦，4方弄再哪些辰光？再见啊！登水海那么定心，现在我要出去种个山菜，比做黄麻太医个。杨林徐汇区医院回收海3块，头一道出自农田种个山，辣海黄麻门前30块，盒子还上。李大混，你跟我拿1斤，这里有1斤吗？我已经称。你称不准，我要来找你的。称上不够了，我全部给你，车子都给你。20块不够称的。家福菜是单子。一只土粉，一只粉鸡，1把3斤。现在走去当你叔叔，彻彻底底干卫生。我上次来熬两回是孙子来，一趟弄这成自助的。大文正，派没说来。你那些都是派没说来讲。口里脏个，我大跟人讲不改个停住，革命我搿在割脱侬强调还退下来了，所以等到文化大革命搞脱子么搞上去。现在根据叔叔最治闭脉通奶去好用。改个天出去。哦，搿子整整2年，一旦西北农业道沿岸里向来着，谁是不晓得个浴室辣海落大哇？看上去也来闷他个心。你哪里人呢？我甘肃人。不容易啊，这个双一流怎么给你考上的啊？学霸吧你是啊？也不是学霸，这个地方走过去就是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个地方再过去，不晓得啊对哇。